喺呢條片入邊，我會同你分享我哋點樣幫一位客戶優化 Facebook 廣告投放，成功係短短30日內將佢哋嘅利潤翻倍以上。最誇張嘅係呢個巨大嘅成效提升，其實只係靠一個簡單優化，而且用唔夠5分鐘就完成。即刻開始啦！首先，我想簡單交代一下背景，等大家明白點解呢個改動可以帶嚟咁大嘅效果提升。當我哋接手呢位客戶嘅廣告賬戶之前，佢哋整體廣告回報率大約係2.8倍。對於一間產品為主嘅生意嚟講，呢個數字係有盈利嘅，因為佢哋嘅利潤率唔錯。但當然啦，佢哋希望可以做得更好。基本上，大部分廣告商都希望廣告回報率高過2.8倍，即使佢哋已經有盈利。當時佢哋嘅廣告主要係集中推廣一款產品，雖然佢哋有賣其他嘢，但呢款產品嘅廣告表現最好，所以佢哋集中火力推廣。佢哋最主要嘅客戶開發都圍繞住呢一款產品。其實好多企業都會遇到類似情況，即使佢哋有唔同產品，通常都會有一款喺廣告推廣上面成本最低或者廣告回報率最高，所以佢哋會集中廣告預算去推廣呢款產品，然後透過追加銷售、交叉銷售、電郵營銷、SMS 營銷以及定向廣告去推動客戶購買其他產品，提升客戶終身價值。所以呢種做法係幾普遍嘅。當時呢位客戶嘅廣告賬戶架構係咁樣嘅，佢哋針對呢款主打產品一共有9個唔同嘅廣告 campaign。點解要分開9個 campaign 呢？因為佢哋係按國家分類，每個國家都有獨立嘅 campaign。呢間公司主要針對英語係國家投放廣告，例如英國、加拿大、美國、澳洲等等。另外，佢哋亦有針對部分歐洲國家，特別係英語水平較高嘅西歐國家。所以佢哋總共有9個廣告 campaign， 每個對應一個國家。佢哋面對嘅其中一個重大挑戰就係點樣分配資源到唔同市場。佢哋唔確定應唔應該集中投放美國市場，因為美國市場最大，定係應該分散資源去其他地方，例如投放到 CPM 較低嘅國家，因為某啲市場嘅 CPM 可能稍為低啲，廣告費較平，但邊度先最適合建立品牌？應該係唔同市場做市場區隔，即係話美國、英國、澳洲等市場需唔需要用唔同嘅廣告內容？因為每個市場都會有唔同消費習慣同文化細節。呢個就係佢哋當初揾我哋幫手時面對嘅主要挑戰之一。當我哋接手佢哋嘅廣告之後，呢個問題變成重點之一。其實好多廣告商都會遇到類似情況，有好多選擇可以行。例如應該推唔同產品定係專注某個市場，佢哋要決定應該點樣分配資源，邊個方向最值得投資。咁我哋最終做咗啲咩呢？稍後我會解釋。但係講之前，我想快啲介紹一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廣告代營運服務。如果你面對緊類似挑戰或者其他 Facebook、Instagram 廣告問題，同時你覺得唔想再自己煩啦，倒不如揾個專業團隊幫手搞掂，幫我優化廣告成效，幫我處理埋所有廣告投放嘅繁瑣工作。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公司可以做到嘅嘢。我哋可以幫你搞掂晒，成效幾乎俾你自己管理好。如果你有興趣，下邊描述區有條連結，你可以點擊過去我哋網站，免費預約一次嘅諮詢通話，由我哋團隊同你傾下點樣幫到你。如果你覺得合適，就可以合作試一試。有興趣嘅話，快啲行動啦！希望可以有機會同你合作。翻嚟，我哋當時係點樣幫客戶提升效果呢？我哋改變咗佢哋嘅廣告賬戶架構。原本佢哋係有9個獨立 campaign， 而我哋就將佢哋全部合併成一個 campaign， 但唔係單純合併，而係喺 asset 層面做區分，即係話我哋係同一個 campaign 入邊，仍然保持9個唔同嘅 asset， 每個對應一個國家。雖然依家我哋未必會用呢種結構，但當時適合呢個客戶嘅需求。呢個方法點解有效？我哋之後會再詳細講解，包括呢個策略背後嘅邏輯同思考過程。另外，我哋亦都開啟咗 Advantage Campaign Budget， 即係以前所謂嘅 Campaign Budget Optimization， 即係話預算係設定係 campaign 層面，而唔係獨立分配喺每個 ad set 入邊。Meta 就可以根據廣告成效嚟自動分配預算。如果佢哋發現某啲 ad set 嘅表現好過其他嘅預算，就可以自動流向呢啲表現好嘅 ad set， 而表現較差嘅 ad set 會減少預算。呢個做法可以幫助提升廣告成效。不過老實講，我哋依家未必會用呢個方法。通常我哋會選擇係 ad set 層面設定預算，呢個係 Meta 預設方式。雖然如果你開啟 Advantage Campaign Budget， Meta 亦唔會特別提示你會有咩風險，但對於呢個客戶，
我哋希望預算能夠係唔同國家、唔同 asset 之間動態調整，而唔係死板分配。可能你會問，點解唔自己手動調整？因為你人手操作根本冇可能比 Meta 反應快。Meta 亦都有更強嘅預測能力，而呢個能力對 Meta 廣告嚟講變得越嚟越重要。如果 Meta 知道某啲大型事件即將發生，佢可以根據以往數據模式預測某類廣告主既成效會受影響。佢可以根據用戶行為模式預計呢啲變化對廣告投放有咩影響。呢啲係你人手管理廣告時比較難即時掌握到，所以我哋希望一切都可以自動化運行，即係話預算會流向表現最好嘅 ad set， 但如果市場變動，分配亦會即時調整。呢點其實非常關鍵，而呢個改動帶嚟咗重大影響。喺執行呢個調整之後，短短30日內，我哋見到廣告回報率由2.8倍提升至3.7倍，即係話短短1個月內，廣告回報率提升咗約30%。而關鍵係呢個調整其實只係一個簡單嘅設定，整個設定過程其實唔使幾分鐘就搞掂。因為呢間係產品為主嘅公司，佢哋有固定嘅產品成本，而廣告成本亦冇變動。如果你嘅廣告費用保持不變，但銷售額提升30%，喺呢個廣告活動嘅盈利能力就會大大提升。因為當你計算之前嘅收入時，扣除咗產品成本，再扣除廣告開支之後，雖然原本已經有盈利，但未必多。所以如果廣告回報率提升30%，但成本冇增加，成個廣告活動就會更賺錢。就好似我之前講嘅，我哋成功將盈利翻倍，所以就算只係一個簡單改動，都可以帶嚟極大影響。可能你會覺得呢啲數字好似唔算高，2.8倍廣告回報率升到3.7倍，係咪真係好勁？但要知道呢間係一間大型企業，擁有龐大廣告預算。通常預算越大，廣告回報率會相對較低，呢個係市場普遍現象。如果我哋想令呢間公司達到6倍甚至8倍廣告回報率，最簡單嘅方法就係大幅削減佢哋80%嘅廣告預算。但呢個係一個 Facebook 廣告嘅迷思，唔係投放越多，回報率就一定越高。其實通常係相反，但咁樣其實未必係壞事。各位可以思考下，你會想賺20%嘅利潤，基於1000萬美金嘅銷售額，定係想賺50%嘅利潤，但只係基於10萬美金銷售額呢？實際上規模越大，即使廣告回報率低啲，但盈利總額會大大增加。所以當你聽到廣告回報率變低嘅時候，唔代表廣告效果變差，而係因為投放規模擴大。咁你可能會問，咁點解要擴大投放呢？原因好簡單，因為雖然廣告回報率低咗，但實際利潤金額係更大。當然前提係廣告活動本身運行得好。咁點解今次呢個調整會咁有效呢？好似我之前講過，我哋喺呢個廣告賬戶入邊做咗一啲我哋平時未必會做嘅事，唔可以話呢個係最佳做法，但係亦唔代表有問題，只係未必係我哋通常會採取嘅方法。所以好似我之前講，Meta 會自動將預算分配去表現最好嘅 asset， 而呢個分配會隨時間變動。而有趣嘅係，我之前講過係30日內廣告成效大幅提升。我特別想強調呢點，因為有時候只要做一啲相對簡單嘅改動，就可以獲得顯著嘅成效改善。呢個亦都係點解持續測試好重要。但我哋其實已經運行呢個策略超過30日，甚至已經持續幾個月。而且我哋發現咗一個好特別嘅模式，係我之前從未見過咁明顯嘅情況。Meta 會自動將更多預算分配去某啲特定國家，特別係每個月嘅一啲時段，但並唔係要理解成加拿大廣告表現好過澳洲，所以加多啲預算。事實上，預算分配係會隨時間變動，而我哋亦唔完全知道點解會咁。但我推測呢個可能同文化差異有關，即係唔同國家嘅消費者喺唔同時間點會有唔同嘅消費習慣。例如英國有一個特別情況，好多人對出糧日子特別重視，咁喺出糧前後，佢哋通常會消費更多。尤其係每個月尾，佢哋會覺得自己有多啲錢可以使，或者即將有人工落袋，消費意欲會提升。所以根據 Meta 嘅預算分配，我哋發現係英國嘅預算比例會喺呢啲時段提升，透過 Advantage Campaign Budget 動態調整，而係其他時間分配到英國市場嘅預算又會稍為減少。呢個純粹係我個人推測，但無論點都好，呢個現象都好值得研究。我認為呢樣嘢好有趣，因為呢個現象確實發生緊，而且呢件事證明喺 Meta 嘅演算法變得越嚟越智能，佢哋可以即時調整同最佳化廣告，幫助你獲得更好嘅廣告成效。我哋已經喺呢個廣告賬戶入邊見證到呢個效果。當然，想要追蹤呢種廣告成效改善，甚至係 Facebook 廣告成效整體分析，最關鍵嘅就係擁有準確嘅數據。當然，我哋亦都有做其他優化。
進一步提升呢位客戶嘅廣告成效。但係今次我想專注分享最初30日嘅變化，以及單靠一個簡單改動，點樣大幅提升 Facebook 廣告成效。咁就證明咗測試係極度重要㗎。另外，最緊要既係要用最基本嘅邏輯去思考，唔係淨係問應該用 Advantage Campaign Budget 定係 Ad Set 預算，又或者應該用 Advantage Audience 定係原本設定嘅受眾，唔係話揾個簡單答案就算數。因為大家都想有個標準答案，佢就可以唔使思考，唔使測試，唔使花時間或者心機去試。但呢種懶人做法永遠唔會帶嚟最好結果。真正應該做嘅係深入思考。例如，如果我選擇方案 B，呢個方案本來係為咩目的而設計，同我之前用緊嘅方案 A 有咩唔同？喺我呢個實際情況下，會唔會更適合？而唔係盲目跟從邊個方案永遠係最好。因為現實世界唔係咁運作，每個廣告賬戶、每個市場、每種產品都可能會有唔同策略。你明唔明我咩意思？一般嚟講，我哋通常會用 Ad Set 預算。通常我哋唔會喺同一個 campaign 裏邊放9個 Ad Set，我哋會為唔同市場開獨立 campaign。但係今次案例入邊，我哋認為將所有市場合併成一個 campaign 會更有效，因為本質上推廣嘅係同一款產品，然後俾 Meta 動態調整預算。即係每個國家對應一個 Ad Set 嘅表現分配預算。Meta 會根據各國市場嘅廣告表現自動調整預算分配，隨時適應市場變化，確保效果最大化。結果證明呢個策略對呢間公司嚟講非常有效。所以最重要嘅係你一定要從基本邏輯出發去思考。如果你仲未訂閱，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我會不斷更新最新廣告資訊，同埋會分享更多實戰案例，等你可以真正理解相關概念，並應用呢啲策略優化自己嘅廣告，幫助你獲得最佳廣告成效，確保你掌握最新玩法，令你廣告操作保持最前線策略。唔單止呢啲最新策略仲可以幫你拋離對手，因為好多人仲用緊過時方法去做廣告，無論係策略技巧上都遠遠落後。所以如果你仲未睇過，即刻去睇下啦。